咱今仔来看是指海洋跟大气的互动。Ocean and atmosphere interaction。我们这也讲过哈，我们地球有几个圈？有哪几个圈？3个圈。哎，哪3个？岩石圈。岩石圈。还有呢？接你上一圈。大气圈。水圈呐哈。水圈。那接嘛。大气圈，大气圈、岩石圈、水圈。哎，还有什么字 ？Hello。嗨。我们地球上就是这3个圈互相影响，然后还有一个圈是我们在里面，就是什么圈？生物圈，好，住在这里面的生物，所以这4个圈呐，都给互相影响。今日咱有咧讲，这个海洋，好，阿刚来第2个，它里面有3个，第一个潮汐。太，啊，太，第2个波浪 ，What's this？ 波浪怎么讲？汇谷嘛，好，它来第3个洋流 ，Ocean current， 好，今仔主要是这个啦，因为潮汐啊波浪，无啥物好讲的，咱来太客气，潮汐咱之前讲过啦哈，咱的潮汐哈，涨退潮会影响咱船进出港口，嘛会当嘛影响咱去钓鱼啊，像一件岛这个图里面画的。澎湖的双星食物，有去澎湖玩过吗？澎湖的统牌屿一个很有名的柱状玄武岩，是世界级的景观。然后这是澎湖七美，从本岛到七美啊，蛮远的，坐船要蛮久。七美有机场，你可以直接从马公机场唯一七美。我会记，但是我嘛无去过七美啦，我去过澎湖本岛，有一道迄个远东航空办澎湖马拉松，我去参加，他在11月。你知道澎湖迄个观光季澎湖的观光季大概为3月开始，差不多到10月就结束啦，因为刷落来有啥物物件？寒天。个啥物开始吹东北季风，迄阵澎湖的风景好，所以因为个气铁观光迄阵远航就办了澎湖马拉松。我记得那时候11月去跑，不但风大还下雨，还好跑出去。我们是从马公跑到跨海大桥，再从跨海大桥跑回来，还好去的时候是逆风。回来就变顺风，如果倒过来就哭死了。跑后半程还逆风就哭死，又跑不回来。但是阮早早的远航拢倒去啊，远东航空拢倒去啊，就无办啊。所以这个潮汐，养殖渔业水会变化来第2个海龙啊能量传过去，波浪到海岸边的时候会打过来，所以咱
海岸边有所谓的防波筑，就是怕说海边的建筑物被打到，然后我们要保护防波堤，咱就用做水，咱叫肉粽诶，黑肉粽而已，咱讲消波块啦，吼。台中名产肉粽，中部粽啊，哈，中部粽，南北粽各有特点，啊，中部粽也是有地方特色。南北粽有啥物差别？烤米无同。南部粽较北部粽是立体油饭。立体油饭。伊讲咱油饭甲包起来，因为南部粽是包好规粒肉粽落去，所以南部粽食起来较 Q 较凉。啊，北部粽个那真正那迄油饭啊米糕吼，甲做肉粽的状。有杯啊。好，这波浪，你哪去海边哈？你如果到海水浴场，比较麻烦，就波浪会打上。我记得我细汉时阵，我爸就带我去旗津海水浴场，那阵都细汉哦，还没有到穿游泳裤的年龄哦，就穿着短裤哦，在海边。内裤哦。啊，阮爸短裤啦，啊，阮爸就去了伫个，因为你若离海边啊远的所在，伊个海泳就较细。跟敢若起伏呢，哎，这波浪到岸边吼，伊会拍过来，啊，所以阮爸迄阵伫海边吼，伊若游泳比赛吼，阮爸迄阵有一个特殊技能，伊嘛是阮爸特殊技能，我家全家除了我之外，他们都可以，就是躺在水面上睡觉。其实海水真的可以睡觉，就是躺着哦。结果他们连游泳池都可以哦。不要拿海水，因为海水的密度较广嘛。咱人有70%的水，所以我们人体的密度也差不多是1左右。啊，你如果吸饱气，你就会小于1，吐光你就会大于1。所以依照我的游泳池嘛，等下安尼算。你来游泳池把那个气吐光哈，然后你全身不动，你整个人就会沉到池底。是哦。然后被人家踩到。啊，可是我吸饱气哈，我只有上半身可以浮起来，我的脚会沉下去。这时候我就要把我的脚勾住池边，我也可以躺在水面上睡觉。但是我爸爸、我妈妈、我妹妹他们都不用钩子，就是直接一躺就要游泳池边睡觉。因为困的时阵，救生员偌紧张的呢，我这个人是安怎啊？是不是漂移啊，倒入水里？所以那时候我爸在那边远远的躺着睡觉，我一个瘦小的身躯底下跟海浪搏斗。啊，我记得一个浪打过来，把我打得翻滚哦，我还擦撞到那个沙地哦，啊就这样滚了一阵子之后哈，我就会游泳。游泳就是丢到水里面就会了，啊不然就是淹死了。这个海浪啊。也无风不起浪，风吹就形成海浪。下骹讲的海啸，叫名的东南亚大地震者型海啸。东南亚大地震也是有一个故事，英国的高中女生，她跟家人去那里度假。她在海边玩的时候，因为伊进行拄啊做迄个报告。paper， 啊，伊个 paper 就伊写讲海啸，啊，我伊嘛毋捌看过海啸，但是伊个 paper 内底有查咧讲海啸来会有什么征兆，给个那个水会迅速的退走，很快，异乎常人，异乎常理的快。啊，伊伫海边看到这哦，啊，就像伊 paper 内底有写这哦。从啊，紧撞转去伊个旅车去化休，结果伊厝里的人，我带迄个旅车呀，拢心照，所以就没有在这死掉的多少人，你知道，死30几万人，一个海啸杀了30几万人。好，那是很恐怖的哈！你不要想说海来我就游泳，我
会游泳就好了，不要单单一道水墙10几公尺迎面而来，好，那个在旅馆都有实行。咱义工，咱讲风果浪啊，嘛讲海礁龙、海礁龙安尼好。咱今仔主要讲要讲的是洋流啦，吼 ，Ocean Current。大家中国大陆、加美国，咱讲看咱这位的洋流。洋流的特性吼，是地球自转影响，甲季风合并造成。咱北大西洋洋流，一年四季拢为这洪流，安尼行。太平洋咱太平洋的洋流，就是安尼行。所以依照洋流一个故事的平中性的故事，你若写，你若让学，你临港伊个海边甲写平中性，你写一个情书好啦。谁捡到这个纸条？我爱你，把它放到玻璃瓶，然后在海边，远远用力的把它往海扔出去，然后你就收到一张乱丢垃圾的罚单。回来，环保局开的，没有啦，搞不好半年后有一个人拿着你的情书漂洋过海来找你，就是一个黑人，还不要歧视哦，跨种族通婚听说小孩会比较聪明，是啊，对啊，越远的基因越远越聪明。依照一个 American student， 伫遮写一个平中性，drop into water into sea ocean， flow， 结果因为写情书啦，伊讲我即摆做 science 科学实验，伊的科学实验，他写了7种语言哦，讲你听到你爱记你详细你什么所在对希望你跟我联络，留家己的 email， 电话 email， 用7种语言写成，但英语一定有。就后来哪里被捡到？伫日本捡到，所以呢，伊就是安尼横渡太平洋到太平洋的另一端。被捡到了，这个洋流的方向伊那时间偌久，他就可以知道这个洋流的速度是多少。以前好像有一部好像片名叫《海底总动员》的卡通吧，因为伊的英文片名是寻找尼莫，内底一条小鱼叫尼莫，它里面就有讲到那鱼跟海龟好像进了一个海里的快速道路。有没有印象？一进去以后，所有人好像上高速公路一样，就顺着那洋流快速前进。所以这个是洋流咱台湾加和咱碰到来看咱甲会较大。台湾加大西洋会赤道遐起来。一个洋流，叫做黑潮，想到叫黑潮，因为伊海水要清，想到伊海水要清，海水你会看到光是伊反光，伊反光的内底有杂质、有浮游生物，黑潮伊是做清体的，无杂质的，所以伊会吸收阳光。袂反光，所以看起来色就较深，所以咱叫做黑潮。黑潮一赤道起来一定是温暖的海水嘛，一起握，所以比较起来，造成咱台湾烧热，烧热。但是你爱看迄个是啥物季节哦？哪
哪一个季节哦？你若伫冬季的时阵吼，因为咱东北季风就来，咱会吹迄个中国沿岸流就来，几只就来，所以咱冬天咱的台湾海峡才有乌鱼。乌鱼吼，乌鱼最有名的乌鱼子嘛，啊无乌鱼你敢有食过？没有。哇。乌鱼无好食着。没吃过乌鱼。嘿，啊乌鱼的肉啊，足俗的。迄个伊个甲鲨鱼相共啦，鲨鱼上贵的所在是鱼翅啦，乌鱼上贵的是乌鱼子甲乌鱼筋啦，吼乌鱼就乌鱼子啦，公的就乌鱼筋啦。乌鱼筋好食。嘿。啊，那个就是最贵的啦，啊爸无人要食，所以鲨鱼足可怜的，迄鱼翅红挂挂的吼，总啊规只用等伫海里，无死哦，但是白受我总啊倒伫海底咧等死，所以咱事实来讲，鱼翅虽然足贵，但是无啥物营养，啊嘛无味，鱼翅汤要用那个调味。啊，但是你为着食鱼翅，你会害死足侪鲨鱼。你若规只甲掠咱食，这无话讲。但是你讲为着鱼翅割掉，因为迄肉无值钱啊，你规只宰转来伊袂好啊，搁爱保存冷冻，啊袂无钱，所以鱼翅挂挂的，规只搁活活的，啊等回海内底，非常不人道。啊，为了检讨这不人道，以后啦，你如果没有无法决定，你去婚礼宴客，人家鱼翅羹端上来，你不吃也不行。但是如果今天是你可以决定的，比如说以后你要娶某，你要结婚啊，人的菜单杀来拜访的，宾馆有鱼翅羹的，你甲换掉。你家己会当紧的时阵，你卖紧这道菜，你会当点菜的时阵。你也莫去点这道菜，当然即摆鱼翅足侪假啦，啊假鱼翅真的假其实无差啦，啊假你明知是假，伊嘛甲你讲是假，因为迄假小就是假吼，就是俗的，迄是假吼，啊假迄甲食米粉相共，迄也无差啦，因为本身也无啥物营养啦。好，咱讲着乌鱼这吼，忙什么？没事啊。那么忙啊？上课那么忙？这黑潮的支流起来，伫寒天的时阵去沿岸流，改变为南海啦。所以，刚刚咱恒春半岛家有受到黑潮影响，所以就是咱四季如春，连冬天都很温暖。但是沿岸家，中北部的沿岸家就是沿岸流的影响，所以会造成你寒天的时阵，你若伫北部家的同纬度的东岸跟西岸对一边的啊寒，啊，对一边啊寒。这边啊寒对无？因为这是黑潮温暖的海水起来，这是寒冷的沿岸流的来，所以冬天的时候，在北部的地方，同纬度的这边会比较冷，东岸会比较温暖。但是你若热天的时阵就无共啊。热天因为是西南季风，所以它的主流支流都是这样上，所以无差。夏天的时候全岛温暖，好，我们全岛都是温暖的气候。来，所以你看，伊家嘛比较中国新疆、日本长野也是同纬度的，那日本呢也是受黑潮的影响啊，还有受海洋的影响啊，所以也水系充足，伊可以让进流啊，种稻啊，中国新疆欠水，气候又寒冷，伊只好种小麦。这个是咱的洋流影响到天气，天气就影响到尽泽，咱的尽泽影响到迄个饮食习惯，啊，这都是连带影响啊。
长野是我们姐妹校的那边呢。你们好可惜，你们因为疫情就中断。不然我们以前好几年前，我们每年都办那个去日本姐妹校的参访呢，都在1月的时候去哦，冬天的时候去。冬天的时候，长野县是滑雪胜地哦，是定哦，哇，水耶，雪景哈。他们也会来，他们10月来哦。日本来哦，全校轰动，你知道？那个女学生在的那个班级哈，扫地的时候，一堆旁边的班级的还有学长哈，都跑去看日本妹妹。他们也有帅哥老师哦。他们，我之前有那日本的那个年轻男老师来哦，黑马是全校轰动。今摆没机会啊，听说明年疫情结束，我们要开始交流。但是现在我们对象姐妹校的校名称要哪里上？叫啥名？我跟你讲，世间的事真的无巧不成书。你知道有一个政党叫时代力量，里面有一个叫黄国昌，正好跟我们学校名称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徐永明，两个都骂鸡。我们的姐妹校有叫永明中学校，日本长野县毛野市的永明中学校。这个没雕工白哦，这个雕工白哦。你看名，人家国昌的姐妹校叫永明，时代力量两个黄国昌、徐永明，都叫如何？永明中学校是一间小学校，因为它长野算是乡下，所以他们全校大概200-300人而已。我哥蛮有意思的，交流都蛮有意思的。他们每次都来6个学生，另外，可是他们都来我们学校2天，就我们各分配班级去上课。然后第2年，那时候我还找寄宿家庭，就是征求同学，只要有空房间的，同性别的，然后挑人去住，就是分配。结果他们回去的时候反正说来台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寄宿家庭。你要拿大家家长交台拢浑身解数了来，都请那个日本学生有的洗啊、饲，有的去对佚佗，食好食的台湾小吃食啊，他们回去说其他人都不重要，对那个寄宿家庭印象深刻。不过你看台日文化真的大不同。我们寄宿家庭会不会给日本学生收钱？不会。然后他们来学校吃2天营养午餐，我们会不会给他收钱？2天会。吃2天的营养午餐，我们有没有给他收钱？当然不会啊。但是我来讲我们老师带学生到他们日本学校，我们只去1天，然后只吃1餐。就是早上去，然后下午就走了。他们照算那一天中午老师跟学生的午餐。1餐多少钱啊？照算。1餐多少钱啊？多少钱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个我们在旅行社整个行程的团费里面就含在那一餐里面。那一餐就有旅行社代表，老师跟学生全部几个人哦，照算给他们。好抠哦！这文化不同啦日本人很重视礼数，民族搞礼数，所以迄阵阮去遐嘛，你甲我讲的乌鱼子啊，因就上爱乌鱼子甲茶叶啊，台湾的乌鱼子甲茶叶啊，所以阮早一堆乌鱼子甲茶叶啊，晚宴时拢全部照迄官员开始摆，开始分礼物从最大的到底是要
乌鱼子加茶叶，还是单独乌鱼子，还是单独茶叶？然后我们到底几份？他怎么分啊？他们来几个？结果晚宴前一天晚上，我们都在整个4、5间学校的校长、行政全部在排这个。晚宴都送出去，结果我们回来去了2、3年回来，他们透过旅行社跟我们转达，说拜托我们不要再搞那一手，他们已经有点受不了了，因为我们弄得好，他们下次回就要更慎重。然后双方开始在比赛啊，这个输人输兵啊，那回礼回什么？不是他们下次来准备。其实你可以看到日本人做事的态度嘛。我们当然安排寄宿家里是我们的准备，然后我们那时候除了他入班上课之外，我们会带他们到家政教室去做一些甜点。然后我们也会带到5楼去上那个击剑的课程，就是我们学校的击剑。然后我们学生到那边也是上他们的击剑课程。日本的剑道就是踢的竹剑嘛，但是第1年还没有什么，到第2年我带去的时候，我惊到，因为你知道日本的国中大概3点多就放学，有没有羡慕？好。所以他们来这里上第8节上5点，所有全都昏头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3点多就放学了，所以我们到那边一天我们白天他们全部1年级那一天都不上课，分散活动，带我们也分组，做麻糬啦，写书法的啦，做天灯的，就是各站这样跑。下午就是集体活动，学剑道什么，然后大概2点多的时候，应个完工。好，现在呢就是我们即将要结束的那个惜别会。那在这前面的大概半小时呢，就是自由活动。我们的学生就跟他们的学生开始签名啊、留念啊、写一些话啦，就是 social 啦大概半小时后集合。结果你知道集合的时候他们开始放一个影片，就是今天所有活动的剪辑加配乐，全部做出来，马上剪好。我们那一段时间不到1小时，半个多小时间，他们就在赶这个东西，马上出来，还有配乐还有中文的歌词字幕，然后加上今天的影像，每一个段落、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人都很平均的出现在那个影片里面。我们都看傻了，我们就说你们这么搞，那下次你们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等于这台是真正做钉金的呀，这个值得我们学习。那个。我们高雄车站你知道吧？膝盖很多。旧站膝盖很多。你知道那旧站当时在盖新站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处理吗？就是原先那日本时代建的嘛，那个建筑还在。当时为了保存它可是原地又要盖车站，而且要地下化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决定怎么样？把它整个沿着地基全部截断把它拖了100多公尺当初动土的时候，当初要截断的时候，你要结构图要知道钢筋在哪，要开始结的时候呢，抱歉，当时日本撤离台湾，交给台铁的结构图，台铁把它搞丢了。联络日本还留着，借回来给我们。动土典礼砍下去的时候，当时有一个参与高雄车站建筑的日本工程师，有1个人来参加。为什么只有1个人来参加？因为剩他还活着。70几年他当初20几岁。
90几岁了哦，几个人能活那么久？日本人算很长寿的。我告诉你哦，看着设计图切下去的时候，我们这边佩服的五体投地，跟设计图上画的钢筋数量粗细，一根不减，一寸不少。你知道当初那个日本的工程师，他会想到说，他这个车站盖好70几年后，会有人给他截开来验收吗？咱家想那是个豆腐渣工程，们互关落，上山后内底钢筋减几支，减几支，等有一天倒去，他发现内底拢偷工减料，但是他就这样子啊。那个工程师当然知道他没有偷工减料啊，他知道的话他敢来吗？他敢来管理吗？但代表讲减几支爱，唔会伫遐见小时。所以当场截断之后，他现在拖了100多公尺，现在盖好，他又拖回去了、把那个整个那个车站的站体上全部跟地基的钢筋全截断哦，然后整个拖100多公尺，先放着。怎么拖？就是它底下要做轨道嘛，不然那摩擦力怎么受得了？然后整个平移，然后等到盖好了，它回去。现在那里好像要作为一个什么文物馆、还历史馆陈列。有空过去，你高雄车站应该去过吧？现在盖得很漂亮啊，然后旧的站还在那边，说现在周边还在去